国政府在东突厥散的压力和同化政策仍在继续，中国政府也在加大对海外东突厥散人的压力。来自东突厥散的学者米热阿叶埃尔根无法忍受中国情报部门对自己家庭的持续压力，于2019年返回那里，并在喀什的集中营中丧生。他学习优秀，在上海获得生物学士学位后，又在日本获得生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29岁的米热阿叶埃尔根原本在日本奈良的一间著名的科技大学读研究生。2019年6月18日，这位戴着眼镜、笑容腼腆、一脸孩子气的女子自东京启程，准备返回东突厥散探望父母。临行前，他发出短信表示，他自幼就被教导孩子应当在父母身边尽孝，请放心，倘若他死了，倘若还有坟墓，请为他在墓前摆放一束红牡丹。当时对于海外维吾尔人来说，返回东突厥散十分危险。2020年2月，他被逮捕。同年12月20日，他在喀什附近一家拘留中心死亡。相关消息今年3月初传出，自由亚洲电台5月20日才通过情报部门证实他的死讯。对于这些远离家乡、孤独无依的年轻人来说，家人的请求犹如一种煎熬，因为维吾尔文化十分重视家庭，重视对父母的顺从。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前主席卡拉喀什先生就此事发表声明说，残酷的中国政府继续通过在东突厥散的家人威胁和施压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应警惕来自中国的此类威胁，不应被他们欺骗。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国的卑鄙行为采取行动。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独立法庭6月4日至7日在伦敦举行听证，意在取得证据，调查中国政府涉嫌在东突厥散集体虐待、性侵等破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手段是否构成种族灭绝。中国媒体称，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既不合法，更不可信。中国国际新闻网于8日报道称，这个伪法庭纠集了一批以反华为职业、靠反华谋生的人。其最大的金主是鼓吹新疆分裂主义的市委会。所谓专家和证人包括几个我们多次揭露过的编造子虚乌有的所谓迫害事件的演员。据报道，所谓的庭长杰弗里尼斯曾是英国资深的特工人员。新疆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勒坤埃沙在审判开始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谴责中国政府的此类袭击，称这再次表明中国政府有多么有辱人格，他们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更难堪。拜登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出国访问前夕，在华盛顿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了会谈。同拜登举行的会谈结束后，斯托尔滕贝格在白宫前对记者说，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该国已经拥有世界上第2大的军费开支、最大规模的海军力量。但是中国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他谴责中国对台湾、维吾尔人以及香港示威者实施高压政策。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我们都认为应当使北约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没有一个盟友可以单独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因此，作为北约，我们需要站在一起。美国参议院周二以68-3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全面的立法计划，旨在提高该国与中国科技竞争的能力。该法案还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然后才能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措施授权拨备约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的技术和研究，并将单独批准支出540亿美元，以增加美国在半导体和电信设备方面的生产和研究，包括20亿美元专门用于车用芯片。此前，由于此类芯片供应出现大幅短缺，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大幅减产。
印度官员昨天表示，东部地区因雨季暴风雨来袭，雷击造成27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在印度6至9月年度雨季期间，雷击相当普遍。官员表示，孟加拉省昨晚发生雷暴，部分地区遭遇雷击。孟加拉省灾害管理局局长阿外德汗告诉法新社，省内昨晚丧生于雷击的27人中，有多人是正在田野工作的农民。据悉，2019年，印度约有2900人在雷击中丧生。